似咁嘅 music，並唔係去咗東京啊。不過思燕 BB 睇嚟真係好 hot 啦，俾人質疑冇被踢過都找數啊！我要踢3個人，第一個人係蘋果日報老細梁振英。呢條問題我係問長毛嘅梁國雄先生，你愧對香港人，你覺唔覺得你自己係啊？你做咗咁多年立法會嘅議員，你做咗啲乜嘢啊？你話俾大家聽下。冇 P 圖。呢啲冇造假㗎。思燕 BB 再分，簡直呀，點解思燕 BB 要瞓帳幕㗎？